邀我要求你，求你紧紧临到我。我求你的时，愿你耳耳孔听我的声。愿我祈祷亲像香摆伫你的面前。愿我会举起手，亲像下昏时的祭司。咱即时要三甲吟诗圣诗第3首，何乐称呼主耶和华，咱起立来吟。请坐，咱即时要仰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主的圣日，用欢喜的心，较无能来到圣殿要敬拜你。阮知阮是喙唇无清气的人，搁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，常常讲出批评论断的话语。得罪了人，嘛得罪了上帝你。阮本应该伫人的面前，成做光，成做盐，来荣光主你的名。阮却是该做的好，无去做；无应该做的歹，偏偏去行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。你有应允阮讲，阮若认阮的罪，你是真实公义，就要赦免阮的罪，洗除阮拢总的不义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搁一遍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使用阮无安全的性命，食做你福音的器具，透过阮的代祷、阮的关怀，引带侪侪无道友进入了团结小组，使用阮卑微的性命，食做福音的出口。今仔日带领将近20位兄弟来到你的面前。因要伫众人的面前领受圣礼典，成做上帝你的儿女，嘛要成做相连大家庭的一份子。愿我信主久久的兄弟，
食做因好诶模样，用疼心接纳甲牵教因，鼓励因，参与相连大家庭诶事工，三疼三扶持，嘛透过牧师长老诶装备训练，帮助因诶灵性一日一日来长大，互因毋敢若白白领受上帝诶恩典，嘛要阁成做基督诶精兵，继续去保扬耶稣救赎诶大福音。主啊，你是疼世间每一个人诶上帝，你爱万人得救，毋愿一个人来沉沦。安尼，阮即时特别恳求主上帝，十分祝福伫今仔日被邀请来观礼，遮个亲情好朋友诶身躯顶，互因第一遍来到教会，就会当领受到对上帝来诶平安甲喜乐，甲即份平安温暖诶感动，封存伫因诶生命中，食做上帝你将来救赎因恩典诶记号。主啊，阮安祈祷也是无够额。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安尼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下亲像天的。阮的日食今仔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嘛赦免过误阮的人，袂得带阮入迷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繁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不尽。阿门。启应文伫诗篇第29篇，诗篇146页，伫圣诗后边第29篇，我来刻会章来印。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我的心要学乐耶和华。恁袂得倚靠君王，袂得倚靠世间人。伊一个断开就归途。有眼顾的上帝做伊的帮站。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，耶和华讨放受关监的，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，耶和华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。恁着学乐耶和华。咱即时要阁三甲吟诗圣诗241首下调，我做激动袂得提示，会将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咱即时献歌队要用乐乐来继续咱的敬拜，今仔日阮庆祝阮所信。感谢圣歌队用遮水的歌声，带咱会众来学咱的上帝，将因一切荣耀拢归予主。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是希伯来书11章23到27节，现代中文译本350页，台语汉译本259页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第23节。 对着信心，摩西出世了后，伊的爸母看见婴水去高水，甲伊偷藏了3个日，伊毋惊王的命令。
对着信心，摩西大汉了后，拒绝互人称作埃及公主的囝儿，伊宁愿甲上帝子民斗阵来受苦，毋愿在罪恶中享受一时仔久的快乐。伫伊眼中，为弥赛亚受凌辱，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搁较可贵，因为伊仰望着得到将来的报酬。第27节，对着信心，摩西离开了埃及，毋惊王的生气，因为伊亲像看见了目睭所看袂到的上帝，坚心忍耐到底，毋肯倒转去。今仔日咱所敬听的蔡主任牧师为咱传讲的信息是听家己，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，愿上帝祝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分享这个爱的真谛的系列已经有一段时间。检采有人会讲，牧师你每一遍拢叫阮爱听别人，安尼阮家己要安怎？虽上吼，咱爱明白圣经教训是讲咱爱听别人亲像家己嘛，所以咱爱先会晓听家己，而且知影安怎去听别人。但是为虾米圣经会讲咱爱听别人亲像家己？因为咱通常咱比较较自私的人，拢会听家己，先听家己，袂去听别人。但是现今这个世代咱发现真侪人连家己嘛袂晓听，而且毋是讲现代人无听家己，是听家己的方式错误。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所读的经文，甲大家分享安怎听家己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、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，也会当照安尼去行。主啊，阮只是要迎接你的话进入阮的心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拍开属灵的目睭。明白你的话，也求你赏赐信心，阮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，来祝福别人甲阮本身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学习的模范是摩西，咱要透过摩西的生命历程来思考安怎去听家己。咱爱透过摩西伊的人生来学习安怎听上帝赏赐咱宝贵的性命。咱爱明白听家己就是爱珍惜上帝所赏赐咱的性命。珍惜家己的性命有消极甲积极两个层面。消极的方面就是讲，咱爱保护咱家己的性命，保护家己的性命无受到伤害。当然，这个伤害是可能包含来自家己，也是讲别人对咱的伤害。咱来保护，互咱的生命无受到伤害。第二个较积极的方面就是，咱爱会晓使用咱的性命。上帝伫咱的每一个人的活命中间，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上介好，听家己的方式就是，咱明白上帝的计划。然后照安尼去行，使用家己的性命来荣耀上帝，来祝福人。安尼不但会当互家己活了有意义，也会当互上帝得到欢喜。伫圣经中间，拢看见到摩西的人生中间，伊用伊的一生来见证上帝大的恩典，伊使用伊家己的活命来贡献出来。最后，诚侪以色列人上界纪念的民族英雄，甲今仔日咱会当学习信仰伟大的人物。所以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摩西的生命中间有5项真重要的原则。伫咱的周报的26页有即个信息的大纲，咱大家会当来利用。咱一步一步来学习安怎去听家己，安怎使用咱的生命。来荣光上帝，来祝福人。第一项，咱来明白咱发现讲，摩西
伫伊生命中间，伊真诚实去面对一个关系伊家己的问题。如果咱若真详细去读出埃及记，咱会发现讲，摩西伫拄着上帝进前吼，有一件代志一直困扰伊，伫伊心中常常咧挣扎。这个问题就是讲，我到底是啥物人？因为咱知影摩西的故事嘛吼，摩西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但是伊却互埃及的公主收养，吼，伊伫埃及的王宫内底长大，所以伊到底是希伯来人，或者是埃及人？伫伊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挣扎。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摩西一直咧思考讲，我为什么生存伫这个世间？我生命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所以这对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，甲真重要的选择。伊到底要选做希伯来人，还是选要做埃及人？两个拢会当互伊选，伊到底要选啥？最后摩西做一个决定，伊决定接受家己的身份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，因为信。摩西大汉了，就拒绝被称作法老查某囝的囝，就拒绝被称作埃及公主的囝。伊无要做法老的查某囝的囝，伊真清楚伊的身份是啥物，伊要做上帝的囝。所以，而且咱看见着后来的发展，因为一个人思考家己是啥物人，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。改变一群百姓的命运，甚至嘛改变人类的历史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听家己的第一步，就是咱爱问家己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到底是啥物人？我为什么存在伫这世间？我为什么被创造来到这个所在？我生命上较大的目的是啥物？上帝到底伫咱的生命中间的计划是啥物？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，咱爱明白上帝创造咱的目的是啥物，然后将伊挖出来，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。这是听家己上较大的意义。比如讲，牧师伫人生的无共款的阶段，我拢爱去思考：为什么上帝会互我伫遮？为什么上帝要呼召我来参与什么款的事工？比如讲，我最近我就常常咧问上帝讲。主啊，你为什么要互我来到双年教会？你互我来到双年教会的目的是啥物？你爱我完成什么款的计划？这是咱每个人常常爱去想的。上帝创造咱，拢有奇妙的旨意，伊伫咱生命中间拢有计划。无论咱即摆年纪大细，咱拢爱去追求上帝伫即个时阵对咱生命的要求，伊的计划。然后将伊实践出来，这才是真实的听家己啊！所以这是第一步。当咱明白咱家己生命的目的了后，接续咱来做生命中间的一寡选择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安尼讲，讲伊宁愿选择甲上帝的百姓做伙受苦，也毋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。所以摩西做一个决定。伊决定要成做希伯来人。咱先来想看觅吼，伫头前摩西头前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讲我要做埃及人，伊若选择做埃及人，伊可能安那，伊会过种真轻松、真快乐的人生嘛，因为伊是埃及公主的囝嘛。将来无一定有机会变做埃及王的，变做法老的，因为伊是法老的候选人之一呢。所以伊若选择讲伊要做埃及人，伊可能伊会当过一种快乐的生活。但是伊决定要选择做希伯来人，迄就无共款啊！伊就爱离开王宫，甚至因为伊选择伊做希伯来人，伊怕死一个埃及人，伊就爱逃走去旷野，伫遐40冬。因为伊做这个决定。所以人生有无同款的差别。咱来看，伊如何选择伫埃及成做王主，可能有真短暂的快乐，但是伊内心
会有真大的痛苦。因为伊明明知影伊是迄边来人，伊看见着迄边来百姓被埃及人奴役，做埃及人的奴才，伊家己伫王宫内底享受快乐，安尼伊心中一定足痛苦。虽然会当享受短暂的快乐，但是内心有久长的痛苦。所以伊做一个决定，伊讲伊宁可甲上帝百姓做伙受苦，也毋愿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做事的人嘛，安尼讲，我宁可伫我的主上帝的厝过门。那过门就是安怎？那毋相信恁即摆出去过门，过门就安那爱叫日头晒对无？啊，若落雨，咱就爱雨淋。但是伊讲，我宁可伫主上帝的殿过门啊，毋愿住伫小人的布被。布被内底当然会当享受啊，但是迄是歹人的厝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除了字面上的意义以外，嘛有属灵的意义，咱来思考。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济无共款的代志发生，但是咱常常看见着有真济吸引人会带互人快乐的代志，通常是稳重罪恶啊。罪恶会带来快乐，大家爱清楚呢。你问吸毒的人为什么要吸毒？因为吸毒的迄个时间会真快乐嘛，但是了后就久长的痛苦。所以咱生命中间有真济遮的代志吸引咱，但是背后稳重罪恶，咱就爱拒绝伊。因为咱知影，咱若无拒绝伊，咱就受伊吸引、受伊引诱，离开上帝的道路。这是摩西做的选择。接下来咱要来看，就是讲，当摩西做这款的选择了，伊必须要面对一项代志，就是伊爱付出代价。所以经文中间讲，伊宁可选择甲上帝的百姓做伙受苦，也毋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。伫伊看来，为着基督受的能力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，因为伊注目将来的赏赐。咱看见着摩西拒绝被称作埃及公主的囝，伊选择甲上帝百姓斗阵了，三甲做伙了。伫选择的过程中间，事实上伊就是咧建立一个价值的判断，咱生命有时阵嘛安尼，咱生命中间常常爱做真济无共款的选择。啥物选择对家己有上介大的好处？一个听家己的人会选择对家己上介好的。咱来看摩西做啥物款的选择。首先，咱看见着摩西是选择尊严，放弃地位。咱头前讲过，摩西知影家己的身世嘛，伊明白家己是希伯来人，所以伊选择做家己，做上帝的囝，毋是要做埃及公主的囝。意思就是讲，伊选择做一个人的尊严，放弃这世间人所追求的地位。咱看见着，即马现在有真侪人为了争取家己的利益，连尊严嘛无要爱。但是咱看见着摩西毋是安尼，伊选择做一个希伯来人的尊严，放弃伊有可能得到的地位。这是伊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当摩西迄个处境，就是伊看见着希伯来百姓的哀嚎的声音，伊认为伊讲伊救这个人比家己快乐较重要，所以伊伫生命中间做一个选择，伊选择接受上帝的呼召，带领伊的同胞出埃及，因为伊认为伊的同胞比家己享受更加有价值。为什么伊会做这款的选择？因为伊真清楚，享乐甲地位相款，毋是久长的代志。所以摩西伊选择甲上帝百姓做伙，因为救人比享乐较重要。咱生命中间敢有可能做这款的选择？实际上，我相信咱中间有真侪人拢捌做这款的选择。
如果你若掀开咱的酒杯后壁面吼，今日咱要圣礼典有真侪人要接受洗礼，咱发见着吼，这人的见证中间吼，因的生命中间常常出现一寡疼主疼人的兄弟姊妹，诚做因生命中间的祝福。因为因的影响，因较明白上帝，较来信靠耶稣。啊，咱来明白这人吼，拢是做真侪真侪牺牲，对无？因来牺牲因的时间，甚至啊牺牲家己的金钱，为着要救人的缘故，放弃家己，会当过了较快活的生活。咱知影这段时间是世界大学运动会。咱教会有真侪这志工朋友，因去到花博的所在做义工。伫迄所在吼，牧师差不多逐工拢会去吼。迄所在牧师知影，迄所在真热，吼啊有做者义工就伫遐甲人做有社主吼，啊伫遐人有机会人传福音，因为因知影即件代志是有意义的。透过即个管道，咱会当也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。传播福音的信息，所以为着要救一个人、救一个灵魂，因甘愿牺牲，伫遐互日晒，吼伫遐真热的环境，因嘛甘愿，咱亲像咧享受上款。所以因为咱会当做即款的牺牲，所以有真侪人因为安尼来领受祝福，这是咱应该爱做的选择。第三项，咱看见着摩西。选择基督来放弃埃及的财物。啊，伫遮咱有一个谣言讲，啊，摩西迄个时阵，耶稣基督都还未来，为什么伊会讲选择弥赛亚，会讲选择基督来放弃埃及的财物？吼，其实这是安尼解说吼，因为摩西虽然也未看见基督，咱也知影上帝对人类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伊要透过伊的计划来拯救人类，啊，所以伫即个计划中间，耶稣基督完成即个计划，就是咱会当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。啊，所以但是上帝即个计划吼，伫历史中间施行，有真侪人参与伫即个计划，其中摩西就是一个。摩西参与伫上帝救赎的计划中间，然后。耶稣基督将伊完成，所以圣经中间讲，虽然摩西也未看见基督，但是因为伊参与伫上帝救人的计划中间，而且因为安尼受苦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摩西选择基督来放弃伫埃及的财物。咱来明白，生命中间确实有一寡代志，比其他的事物搁较重要。特别是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。如果你若担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款平安、迄款满足，伫你的心的时阵，你发觉讲世间无任何产物会当取代这项对上帝来的礼物。世间的金钱买袂着这款的平安甲喜乐，所以摩西选择这的物件。咱看见着。摩西放弃什么？放弃地位，放弃享乐，放弃财物，伊选择尊严、救人、甲基督。总共来讲，摩西做一个真聪明的选择，伊选择永远的代志，毋是暂时的代志。地位、享乐、财物拢是暂时的，有一天拢会因为咱肉体活命结束离开咱，但是尊严。救人的灵魂，以及上帝的计划，这是永远的。所以摩西选择参与伫这款的事业中间，互伊的人生得到别人的尊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啊，摩西其实是做一个真聪明的决定。因为譬如讲，伊若选择伊伫埃及的皇宫。那假使讲伊真好运，后来做埃及王，伊死了后，伊会去做一个木乃伊对无？放伫金字塔内底，吼啊！考古学家来挖出来了，我讲我挖到一个埃及王哦，吼，摕去用展览，吼，可能会送来咱台湾，放伫博物馆互咱看。
但是伊袂藏伫圣经中间，伊袂成做人类救赎历史上的一部分，伊袂成做今仔日咱的谈论学习的对象。所以摩西做一个真聪明的决定，伊选择永远的代志。但是同时咱嘛要注意，伊的选择，互伊必须要面对苦难，而且付出代价。但是摩西有一个真重要的秘诀，这是咱爱学习的，就是伫人生的困难中间，仰望上帝，向上帝所差的标去跑走。咱看起来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伊因为信就离开埃及，毋惊王的生气，因为伊恒心忍耐，那亲像看见迄个袂当看见的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摩西从来无将信心的目睭对上帝也刷开啊！伊注目仰望上帝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来设身处地来替摩西想。如果你若做迄个决定了，你的目睭会看到啥？摩西伊会看见到发到真强大的军队伫后壁咧追赶，伊的目睭会看见到头前有红海来阻挡，然后伊的目睭会看见到伊所带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伊目睭会当看到的是旷野内底无食米，四界有人伫遐咧埋怨。伊目睭会当看到的是真侪外族拢来攻击伊，因必须要伫旷野40天，这是伊目睭会当看到的困难。但是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摩西有看到这个问题，但是伊选择一项代志，就是伊用伊的目睭注心看上帝，因为伊知影对上帝遐有够野的稳定回应，会当超越过人生中间的问题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间的确存在真侪问题。咱中间少年的朋友，明仔载要开学啊！今仔日一定做无欢喜，因为明仔载要开学。咱搁较侪人明仔载要上班，爱面对真侪挑战甲问题。但是咱的问题敢会比摩西较大？袂嘛？咱爱明白，摩西的秘诀就是，伊有看见这个问题，但是伊搁较注心看上帝。透过仰望上帝来得到快乐，所以咱嘛爱学习安尼啊，专心向着上帝所为咱查的标来跑走，靠着上帝互咱的快乐，超越过咱人生中间的问题。咱应该爱将咱的焦点集中伫专灵，而且听咱的天父上帝，毋是拢咧看这个问题。你哪看这个问题，你就哪烦恼；你仰望上帝，你就哪有快乐甲智慧。最后一项，伫这段经文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字眼，一个词，就是因为信。信心是一切摩西被上帝呼召、被上帝使用，而且活出伊生命目的的根源。伊之所以会当仰望上帝，是因为伊的信心。伊之所以会当超越过人生的困难，就是伊的信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，每一条生命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宝贝，包含你，包含我。咱拢应该爱珍惜咱的生命，咱拢应该爱思考咱生命的意义，而且伫人生中间，照上帝的心意做正确的选择，来互上帝欢喜。上界重要的是，咱需要用信心做基础，伫咱人生中间拄着困境的时阵，用信心仰望上帝。来超越过人生的困境。今仔日，咱等下有几位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，来告别因的信仰。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。因透过因的信仰告别，来领受主大的恩典。这是听家己上界好的一种方式。我所期待透过等下要进行的圣礼典。咱在座所有的人，拢搁一遍来思考献身的意义，用咱的献身来活出听家己的方式。愿上帝亲自祝福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
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，更新调整阮的意念。阮求主你，互阮学习安怎去听家己。只有安尼，阮才会当活出伫阮生命中间的计划。也透过安尼，互阮会当听别人亲像听家己同款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继续用唱圣诗212首来继续咱的礼拜，圣诗212首。咱既然带罪出世，咱请起立来吟。咱即时未万心要来做奉献。今仔日第一次来到咱当中的新朋友，咱的贵宾，你若伫外口，咱接待处的所在无写留名卡，伫咱座位的头前有留名卡，你会当摕起来填写。等下，请你交阮收奉的执事，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甲大家熟悉。咱即时奉献。
起立，咱来感谢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赐予阮教业遮清英，嘛使阮身体健康，灵魂精英，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。主啊，阮毋但要献出淡薄金钱，阮较要紧要将阮的时间、阮的财前、阮的一生奉献伫你面前，成做上帝国的导引。愿主感纳阮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要来举行圣礼典，请要接受圣灵洗礼以及信仰个别的兄弟姊妹，请来到头前。咱要做伙见证即个要紧的时刻，也要三甲为遮要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愿上帝亲自透过因信仰的个别来为领受主所带来的恩典。信用个别咱来请出来哈。好，请问陈天意弟兄到伫咱的中间。好来，咱即时要来举行圣礼典。咱得到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，还未就天的特性，伊有安尼讲：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教是因守，搁我日日教恁伫地。到世间的落尾。第五旬节，彼得传福音的时，也对听伊的人安尼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搁要受圣神的赏赐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，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，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所以，我需要对徛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的兄弟姊妹对恁讲，亲像彼得迄时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，佮受洗礼。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，恁着深信，恁若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今仔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佮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，
来结连伫耶稣基督。当恁要受洗礼，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爱告别恁的信仰，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？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恁有要决意安尼做也无？这时阵，咱要来行洗礼，会众请起立。叶顺阳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罗官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牧师咧，祝福了，咧洗礼了。在阿门的时阵，请大家做伙同心，甲牧师做伙阿门。柯比峰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何桂英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新陈玲玲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李家珍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徐慧佳。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刘小霞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林梦华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陈德宏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王玉文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王启新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邱丽雪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陈淑华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庄秋勇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林佑汉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庄景成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林耀庆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，阿门。
信仰告白的不必滴水里。好，你们小时候已经受洗过。好，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尽正胜。佮愿你的神、甲魂、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当你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，我去教会头，也是大灵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的教会、双联教会小会官兵，接纳恁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，透过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。主，阮恳求你赐福互因，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，将你的恩典赏赐因，帮助因个人伫基督来得到主的充满，永远踮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当因拄着试探的时，阮恳求你保护因。互因会当有气力精进、信仰好的精进。阮也恳求你扶持因的软弱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厅中间，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服侍你，为你做见证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互阮逐人透过参加今仔日这个圣礼典了后，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。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对离开你的道路，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运费，愿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完全反悔，带阮倒转归伫你，对答了后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这个时阵，请咱在座的牧师长老来握手欢迎受洗礼者来接纳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！这时阵，牧师代表教会来颁发证书甲礼物，吼，欢迎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！表演表演。
请咱向后转哈，牧师来介绍一下。咱对这边开始来介绍哈。第一位是俊佳哈，吴俊佳。牧师来介绍时，那伊的亲戚朋友哈，亲友团有伫咱中间，咱拢起立哈，大家拍鼓啊来欢迎。俊佳哈，伊是顶礼拜五伫教会小组内底说的哈。顺龙叶顺龙，好，咱请伊的亲戚朋友哈，甲小组员哈，拢会当起立。来个赖娟，赖娟姐妹哈，表表啊哈，来徐美凤，美凤姐哈，何桂英，桂英姐哈，新陈玲玲姐妹哈，李嘉诚，嘉诚哈。徐慧佳，慧佳姐哈，还有小霞，林梦华，德宏，玉文。好，来这边哈，来齐心，齐心，好，丽雪哈，丽雪姐，好，顺发兄，因两个是夫妻啦哈，邱勇哈，庄邱勇先生哈，佑汉。锦城哈，锦城，耀庆，袁燕，还有玉成哈，玉成，好，一个这边泡泡来祝福哈。好，请回座哈，请回座。咱这个时阵要来进行小礼洗礼哈。咱请要洗礼这个细囝的长辈哈，来带到头前哈，爸爸妈妈来带来头前。月成、博成、思梦、燕志，请大家注意来听马可福音书所记载。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，要互伊蒙恩。学生接鼻因，耶稣看见安尼，大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承接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决断袂得入去。就抱因家还手祝福因。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，抑久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。因是稳定的约的互的。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查某囝，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。所以这个时阵，牧师要问这细囝的爸母，恁的细囝要受洗礼，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。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：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，
将基督的真理、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佮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栽培因，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。恁有要安尼行无？愿主祝福保守看顾恁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守这个约。这个时阵，咱请会众起立。当牧师在说的时阵，大家同心用阿门来回应，是表示咱对这个细囝的成长甲信仰拢有责任。月成哈，主月成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卢伯成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林思月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林思梦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李彦志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做未悲残会员，来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。当这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作证，也分摊责任来培养因，直到因接受献信的，咱同心为着因来祈祷。永远伫地的上帝，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徛伫你面前这细囝，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，互因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，上帝甲人若听伊。阮恳求你将天顶的稳定丰丰富富赏赐因，因带因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，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，到时会当。互因家己个别家己的信仰，也会坚持到落尾。亲爱的主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有分伫属世间的家庭生活，愿恳求你祝福这个世间的家庭，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囝仔照顾因的人，有智慧甲温柔，互因会当伫你的听的内面来成长。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这时阵要颁发礼物甲证书，啊，来，日晨，我4月，上面还在，什么？燕子，好，来你们向后转哈，向后转。来，我出来介绍哈。咱对这边开始哈，月成哈，月成，啊，有爸爸跟妈妈。咱请咧介绍时，伊亲友拢会当徛起来哈。好，来博成。博成哈，啊，思梦跟思月哈，啊，燕志哈，李燕志哈，咱来常常替因祈祷哈，啊，互因伫教会中间有真好的教育生活。啊，教会生活，啊，互因伫遮得到造就甲培养吼，咱搁一边拍鼓仔来因恭喜。好，请回座哈。
我来报告。第四本周特别事工，8月31日，就是本礼拜四暗时5点起，大老年度要转药啊，甲厨堂。东港的暗时教会无要开放使用，敬请配合办理。洗礼入会，今仔拄则有圣礼典吼，这中间有18个成年的洗礼，小二的洗礼5个，甲信用个别有3位。咱等下刷做礼拜刷的时阵，咱会伫遮合照斗阵翕相，你的亲友斗阵来遮翕相。翕相了后，咱邀请咱的亲友到12楼参加咱新4名的餐会，斗阵伫顶面用餐吼，多谢各位。第二青少年牧区的事工，第4大运的花博公园的即个复赛吼，甲昨8月26號截止。那多谢各位兄姐伫这时间，足侪人参与这个事工，多谢牧者，佮足侪中职伫咧中间去甲因鼓励，多谢愿上帝祝咱所做的工。伫装备委员会消息内底，第2点装备委员课程，咱主任牧师伫9月12开始有8堂的课程，每有分做2班，每礼拜的早时、拜日的早时，甲暗时各开一班，请咱大家拢会当踊跃报名来接受主任牧师的装备训练。那佫有迄个第2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请，咱若有咱的小朋友有囡仔读书的，咱会当注意这个代志，会当赶紧去申请吼。佫说咧。即个周报内底有足侪咱的事工也是咱新兄姐有身体欠安的，咱倒转去会当为因时常来代祷。咱即阵请牧师来牧养代祷，多谢。咱首先先来介绍今仔日这边甲咱敬拜兄弟姊妹，遮有廖文文全家，好，廖文文。好，第二表家哈，欢迎。还有李碧清小姐，好。杨炳廷先生，好。钟秀芬小姐，好。康瑶莹小姐，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这位敬拜无介绍到的。哦，松道有做者同学伫咱的中间，因为咱今日松道有2位，首先咧松道拢徛起来好无？好。老店有人有哈，欢迎。请坐。咱等遮贵宾拢会当去甲贵宾席，互遮爱望的同工，大家去介绍咱的教会，吼。即是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来到圣殿亲近你。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的心。阮中间如果若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，主你找见圣神帮助阮，坚强阮的信心，凡事我靠上帝来得胜。也赏赐阮福源的气力，阮伫你的听内底不断成长甲福源。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互阮因为信心的缘故，来领受你大的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要来唱祝福诗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咱起立来吟。Alleluia,
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的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、爸、囝甲圣神的恩典、平安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绿岛谢阮享受初见。